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贝，又到复习来的时间咯。大家的退休生活有规划过冇呢？有想过冇呢？今日的来宾啊，佢係來自家中的從容中，佢嘅退休生活啊，一定係精彩喲。唔單止係家政班的班長，又是做社區的職工，又是做學校小朋友的先生，哇，嗰一定係豐富哦。啊，唔過還有哪條精彩故事呢？今日嚟邀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來自家中的莊師妹姐。主持人阿本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莊師妹，來自屏東縣嘉東鄉嘅從容村嘅美濃妹嘅。哇，歡迎我哋師妹姐！師妹姐，頭先啊，我有講唔係來自嘉東，啊唔過唔聽到打招呼嘅時陣，我有聽到唔講唔係美濃妹嘅，嗰種係美濃加到嘉東哦。係喲，係喲，啊唔加去嘉東一久嘅啊？69年都加去嘅喲。哇，我唔知出生都係從容嗰邊嘅。哦，啊，當時係乜嘅原因會加過去嘉東嗰邊啊？緣分啊！緣分哦，我想講，嘉東同美濃有一段距離呢。啊，唔加去嘅時間，美濃優隊嘛，和嘉東係組隊。唔加過去嘅時間，有感覺到乜嘅文化啦，有講反映講模式邊模式嗰啲地方啊？有兩片嘅差別呢。我哋美濃啊，都專門都種作啊，但是我哋嘉東方面啊。我哋本嘅方面吼有睇畜牧嘅，有種我哋從農方面啊係種作嘅啦，香蕉、蓮霧、嗰個橙嘅，也都最大嘅農作物啦。所以我哋當也按多方東西啊，我哋時間嘛有睇種啦。哦，嗰時候頭擺唔定，你開工作，同人家頭家，攏係睇工種嘛？係喲，頭家要上班，減單咧，我帶3-4個生意咧，顧生意咧，所以啥，碌卡都有田啊，都家家咪忙做嘅安尼。啊，你退休之前，人家工作都本身都工種，像做安尼嘛，還係有做過其他嘅工作噶？我嘅工作幾多喎？哎呦，講下先，做過乜嘅工作吧？我後生時節咧，睇前陣啊，係按頭家喺台灣機械上班。我哋頭家都講，家嚟做生意好冇？裡面嘅你點下卡嘅啊？要閒啊，要打咩味啊？唔是學高中嘅，徐大哥嘅又講要安尼台北遊戲嘅安尼配方啊，我哋嚟做看下先安尼啦。哦，有賣過書的，有賣出冇？跟這個工種有賣出？我80多年嘅時間都睇賣出，賣到100年。哇！哎呀，幾久嘅時間，唔睇賣出啊？我睇安尼嘅嘉東嘅殺工工。哦，我哋嗰邊有啲青苔市場嘅嘛。市場唔當槍睇嘅賣哦，我以為去大鐵莊、高德厝啊，慈德新村都跌下卡嘅是咧。嗰個灣良，一度都係去外縣莊去買牛肉。哦，即係走地嗰邊去買哦。做乜嘢我走地嘅買啊？做買哦，呢啲愛生活啦，愛生理，我哋東西愛睇回去啊，係咪愛去嗰度種頭啊嚟賣，因為賣係，嗰種嘢生意啊，個做鬼太呢嗬，忙嘅啦，咩要現嘅噴作嘅，牛肉羊肉啊，我哋頭擺個要賣兔肉，兔肉頭擺攏一到10年啊，攏會同人拿。人攏安尼菠蘿劈絲，做撇菜，人講做撇菜都係入嘅蘿劈絲啊。嗰時候糖多呢，我蘑菇人啊，係唔掂講幾時就羊肉啊，嗬，要用都係用嘅呢。我哋客人啊，嗬，頭家嘅時節啊，嗬，會用豬羊。豬羊啊，嗬，因為現時嘅羊嘅啊，有羊嘅啊，唔會過太雜，唔打敗啊。唔打敗，如果愛簽。我哋一度沖上嚟，提安尼啊，提篤到嚟，鋪落去，因為作事嗬，攏50種作，用嘅多方嚟樣20人件咧，要下欠嘢20人件，都冚我哋鋪安尼，我買嘅攏進口嘅有皮嘅用嘅，生意也幾好喎。
都唔理哦。哇，啊你其實過退休之前過無限的吼，啊你退休之後的生活應該國限的吧？你唔是做按度洗頭的吧？哦，冇呢。啊，冇喎。嘿，做人啦吼，就愛動呢，要活就要動呢。嘿，我就按你理念嘛吼，我冇睇嘅按你坐低閒睇嘅看電視啊，哦去尋人打嘴鼓我個少年我咯，去那邊學東西，學習東西。嘿，我人生咧按你時間啊吼，我感覺唔好浪費。冇了解哦。哦，嗰種人國先都想講，係閒下來嘅。閒下來喲，時間唔拉用哦。嗰種即係冇份乜嘅退休之前、退休之後，即係都更加係你改無限，唔過無限係即係有興趣嘅事情。錯，係都做我興趣嘅事情。啊，你講講嚟先，嘅多成年係頭擺更加冇嘅嘛，最主要更加係睇做嘅小農，睇到即係要講嘛，更加耕田啊，同頭擺耕田要種係乜嘅冇咁樣東西冇，更加係種要種乜嘅。一按多年啦吼，嘅安尼落嚟啊，唔會差啦。係按個菠蘿蜜啊，唔會差啦。係我都大約兩項水果啊，個睇嘢啦。哦，個睇嘢都菠蘿蜜啊，同一嘅落嚟。落嚟啦，啊個鹽酸咧嗬，係有季節性咧。伊都愛一下落去3-4日咧，伊都係伊嘅生產期啊。都同檸檬啦一樣嗬。檸檬哦，一年四，像係種嘅係咧，安尼嘅香水檸檬，一年四季攏有。哦，香水檸檬係一年四季攏有嘅，冇唔錯。啊，你即個更加農業啊，面積係一太啊？7/8哦。7/8又唔可以生呢，啊，全部唔知計啲無限咯。頭家閒在嘅時節，攏係兩個人頭家去。伊做安尼嘅生命禮儀啊，伊有些嘅時節，我都皮去做，做些古來，我哋都做安尼是個田嘅石頭，都安尼兩個人互相嚟維持一個家庭安尼。安尼什麼即頭擺講，人都有睇耕田嘅經驗嘛，嗰時候退休之後唔重要就其實都唔會困難，只係講偏向溫過安尼，同溫一就。作物冇共用嘅時節啦，我去研究講，個作物應用辦去種個好，又係講唔可以去同人討論講，更加愛種哪一種個好，唔會安尼冇。因為一下苗路按發達啦，我哋會看苗路，看嚟講，一個商品嗬，一個水果啊，對於一下嘅人咧經濟，對於一下人咧食嘅方面啊，嘅需求啊。有安尼乜嘅愛改變咧，種嘅東西愛人愛買愛食啊，係咪？咪種嘅食家食啦嗬，按多食唔起咧，一天咧呀，那有可能。因為我安尼問嗬，因為頭先聽安尼分享，我都問到講，有一個貼喺度做物，我都想講，唔知嘛嘅為了現在重要嘅，嗰個菠蘿蜜，菠蘿蜜，我係喺底下講，有人喺種，有。可能個少，如果你喺講種一條綠卡綠順後啦，後鹽咧烘順後，即個綠卡可以食的。親手談到講種大面積嘅有人來買安尼。你做乜嘅當時會來香港種一個菠蘿蜜咯？當初我種啊都安尼美濃嘅有一個大成一包嘅鄉嘅徐大哥啦，伊都開門後啊都種咧幾下頭嘅菠蘿蜜啦。你咪擺前面了時就講咩哦，一個水果肉按定一下啊，粒落按太粒，按定一下。最細東邊嘅人咧頭哪個太粒吧？我是講一粒哦40兩斤嘅啦，叻唔起啊，攞含世代嘅來叻安尼啦。我哋頭家講徐大哥敢唔可以伊咧種本安尼種安尼啦？伊講好啊呀，點咩都生嘅啊安尼啦。我哋又次嚟講假如來種看啦。種迄幾排嘅，但是結果嘅時節啦，我哋一等人攏唔好食啦，因為佢有奶黏嘛。人愛食啦，但是難食薄啦，黏嘛。如果咩我一薄破下去我倒一倒黏死唔到呢，安尼。破你叫我倒一百五。其實
剥菠萝蜜啦，有一个方法啦。唔記安尼倒呀，要先抹油啦。油哦。先抹油，抹嚟讓嚟泡，伊都唔會黏嘅，安尼。無都講，前一日先冰過，冰嚟伊嘅黏都會熟嘅呀。人家倒泡下去，都講唔乜黏。好多嘅機烘嚟。喲，一個要充電哦，不是人講嗌唔好食，泡下去黏黏夾夾，安尼。係講有方法吧，係教唔會啊，其實菠蘿蜜啊，係幾好嘅東西啦。我哋一道外配啊，越南嘅啦、印尼嘅啦，一道幾道外配加落嚟香，因為愛貴人咧故鄉啊，愛漂洋過海啦，安逸啊，冇簡單啊，我哋一向屏東嘉東方面啊，氣候真悶熱。嘛幾適合種一個菠蘿蜜啦，因為有個熱嘅蔬菜，有個結果安尼啦。菠蘿蜜啦，有兩種嘅口感啦，一個會脆脆啦，一個會過綿嘅啦，一過綿嘅個接近榴蓮蜜啦。但是越南嘅應該好食，脆脆嘅，口感好又香嘅，也個麵咧人都冇乜愛啦。如果說唔係嘅熟同冇熟嘅差別，係見人品種嘅差別啊。哇，觀眾朋友，原來人哋什麼在原來地方韓中嘅按到冇用特別嘅東西呢？大家有機會嚟哦。唔過還有更多嘅故事，休息下試比賽，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前面除了小姐講什麼在佢自家農業地方種嘅幾道特別嘅東西像菠蘿蜜，唔過今晡日什麼在還帶了更多特別嘅農產加工品哦，等佢來小姐一下吧。什麼在頭頭你自家小姐講你自家農業地方種嘅東西嘛，今晡日還看到帶了幾道冇用嘅東西呢，唔可以同人哋詳細小姐一下講，呢度係乜嘅東西好冇？我直接都講，總建議咧，我認識咧，萬世看到他喺路網裡種，我將認識一個其他喏。有豆腐魚，個一個係咧豆漿，豆漿，個幾十個係藝術家製造嘅薑糖，個旁邊咧係檸檬乾，依個薑糖，依個檸檬乾，個野味、野三乾都係一個鳳梨木瓜酵素，個依個係咧檸檬醋，檸檬醋。啲凍嘅乾係用米醋做嘅，個旁邊嘅係用陳年醋做嘅檸檬醋。什麼啫？真厲害呢！一度全部嘅加工品啊，係用唔自家原嚟地方種出來嘅東西去做嘅哦。錯噶！哇！做乜嘅唔自家原嚟地方種出來，係唔係相當去做一道加工品咯？其實嗱我一面都講，將來檸檬種幾頭嘅，都食唔起。食唔起用辦咯，嘛愛去下巴摘去送人，本一道太子做，安尼清潔劑啦，像香水檸檬啊，一打都幾百斤咧，幾百斤咧咪哦，送俾人要送去幾多嘅哦，睇下喺市面可能送到幾多嘅，我想講，咪安尼家不如我哋做一啲檸檬乾好嘅。按刀啊，兩按刀啊，個做一個檸檬絲啊，一道攏係，我用到藝術家嘅講啦，一片一片切，個切嘅像檸檬絲啊，切好嘅，都愛攪安尼嘅冰糖，個絲，混合，落去俾發酵，
太痛的方，比发烧最少呢要3个月以上。哇，按久哦。伊的米丝让要出来。我觉得仲好诶，交啊，本期差不多1整年，你可以行去3整年按久。3整年还唔算无目嘅哦，1年2年要最好哦。哇，种到按久应该成本quite高嘅呢，算时间的吧。一个酿造的话，伊都比自然发酵咩，俺们总的俺们都投效的时间会哈把久久的会计绿啊，因为蛋糕的浸唔到糖米啊，会计绿啊，一整年一发酵过后如果稳定的，稳定的都唔是进去绿嘢你不用去发酵的，伊发酵好诶，伊的内膜你会沉落去，伊的盐会飘上来，都慢慢的发酵。讲到鸦片制作单位特别贴心，本来伊比讲来试看下新什么在唔做嗰个内蒙吃迄嘛个米汤，调到金皮咯叫纯纯的米丝出来，咱就先来送一下好冇？系啊，唔过喺送之前啊，先请教一下什么啫？调到唔讲到，底杯要酿造之前要加个糖嘛，糖又係冰糖，做乜佢要加冰糖？唔係加普通咱讲嘅砂糖啦，又係講其他嘅糖啊？一个酿造一个吃都係愛加冰糖，伊嘅口感個好。係那加砂糖伊嘅味道個冇冰糖嘅咁清香啦。什麼啫？有個是海一條的你睇講翻嘅白色鹹住了，哇，真是清爽誒！唔過這種爽又唔係講可能是種吃啦，有那種很刺激，這真是甜點的這種爽味呢。唔過很好喝呢，有個係算原汁去稀釋係咪？係喲，可以稀釋哦。佢有特別的比例講，一天可以買個好什麼？一個比例以個人為定啦，因為有等於愛食甜，有等於愛食酸所以冇一天的比例啦。做嘛我會做酵素啊？你卡種嘅幾下頭木瓜卡潮嘅時節啦。2歲度，伊都鹹水鹹咩喺地波2歲度，伊都見抹黑，見抹黑都冇黃木瓜好食啦。我只好想講，長都冇黑咧。一個安好嘅東西我喺咩嚟做伊啲加工品，來食家食啦同朋友來分享朋友分享後，伊感覺講，我做嘅東西唔會差喎，唔要好買冇安尼我咩要好價格咩，嘢咩一時嚟收費所以我都木瓜按多，我冇睇啦，我長我都計摘嘅同黃梨鄉下嗰個冰糖必發酵，咩強咗3整日以上，一路發酵都完成。底部的材料全部係天然的，冇加其他乜嘅加工品啊，化學添加物，或是全部係天然的。嗰種時候咧對身體有乜嘅負擔？係我本身我睇種作我鬼環保，我唔會見用化學嘅東西。包括肉嘅啦、皮料都冇嘅。像當然啦，把一般嘅咩愛曬下肉嘅啦。我都我買個低度嘅肉嘅，量也改少啦，改到100日曬100唔過談到安尼，什麼即真是種平時人哋認識咧係客家阿婆啦，即係媽媽共用，對一個東西親真實親唔判得講有乜嘅農嘅，嗰種馬上有乜農產品雖然講做唔得賣，唔過還可以食，還可以利用，馬上都轉做嚟做一個加工品咧，本地人身價可以提高嘅，唔會弄嘅，唔過一到地杯手嘅像黃梨醬挑布魚，一個係人哋傳統客家媽媽一天會做嘅，真厲害，大家都有目共嘅方式，唔過。挑種我都改數糖到人下嚟做呢，做乜嘅唔知解要會上到去做一個挑種，有冇種嘅黃條，有冇做嘅種黃嘅。我會來做一個挑種都係我去安尼品白色大學嘅安尼嘅釀造啦。我想講，有安好嘅女老師講安尼啦，安尼都好好嚟研究，因為也係。
古早味，炸蛮一个头种炸蛮好嘅东西啦。不管是讲做鱼汤啦，焖姜啦，吃火锅啦，一都拢会用到。从一下头马都出嚟，头马焖头马都嘛真好食呢。头马都唔係強吃啊，強吃落頭醬哦，新嘅食法咧，鐵牌糖都，一頭擺都有味哦。可以試看下先。什麼啫？一個頭醬唔知家做嘅同一般嘅製作嘅過程有乜嘅無共冇？唔可以同人分享下用辦做一個頭醬。因為我愛做一個頭醬啊，都愛先細米、精米，個整米，整好呀，都愛用菌種發酵，發酵要48點鐘。48點鐘幫佢發酵。發酵好嘅時節啦，我愛天一日，我都愛煮安尼黃頭嘅嘢，黃頭嘅愛煮邊麵，煮邊麵咧讓個用安尼嘅攪拌機安尼來壓碎嘅時節啦，都囤安尼嘅米曲，米曲發酵好咩？嗰個鹽嘅比例又好嘅，嗰個黃頭嘅高麵嘅咩？都炒嘅都醃嘅太硬嘅都計醃比炸蠻紮實，個紮實啦。嗰種紮實嘅程度係快係動唔起未？冇按太啲咯，差唔多都個紮實都可以。都醃到差唔多7分慢嘅時間啦，都好呀，差唔多，計醃要慢慢咯，醃慢慢一下發酵呀，會爆炸呢。係哦，就發酵嘅時間，佢會有個氣體膨脹去產生嘛，吼。安尼不是會打開了，意思幫佢嘅氣走出來嗎？冇喎，頭先做唔得，見打開來哦。安尼用法就講幫佢唔會膨脹到爆炸咯。所以講撞到7分慢都好嘅。當個太濕嘅時節啦，當個要醃鹽唔會上舊時冇啊。嗰種嘅在鮮一個材料做頭醬嘅材料嘅時候，有貼喺鮮嗰個米啦、黃頭嘅，一定會貼喺要求冇。當然米要用台灣米啊，個黃頭要用白紙應該走嘅所以對我哋人體個好啊，個健康啊，你做嘅乜嘅時間可以食啦？3週年，也4年以上。哇，按久哦，比個吃啦嗰條行個久呢？係啊。一定要按久哦。從嚟也講要5年日咧。因為寒天，伊個發酵個慢。你佢做好嘅可以食的平時嘅保存又可以保存1久，用慢保存。讓我攏講我一條朋友講從嚟用塑膠，安尼講嚟睇用咩人都可以變得冷湯，伊唔會結冰咯。伊唔會結冰。安尼都可以保存，保存1久。幾年都冇問題啊！幾年都冇問題。原來安尼，原來其實有時間我哋冇注意到，喺邊個睇大廈冷空地邊冇可能冇檢好啦，啲地邊都早熟嘅，全部都早熟。嚇把要上舊時冇。真是，係冇注意嘛。冇安尼防腐劑啊。全部都係天然嘅。錯。觀眾朋友，原來呀，人哋咧農產品，假使講唔怕你幫佢弄起來話，還可以從什麼嘢安尼哦？拿空來做加工品，從簡單嘅朋友親戚來分享，甚至於拿來賣哦。不過還有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絕對冇走開，馬上過來同大家分享咯。除了園內地方嘅細條，甚至在自家行嚟做一個農產品嘅加工，佢應該改模範嘅呀。不過我行談講，甚至在有時間還會去沙去做自僱，甚至於提到學校嚟做公司呢。佢能用很多嘅時間咯。
怎么这？你这个本身已经按摩下呢？你看平时去演的地方磨下，哦，啊，又为了做一个农产的加工品，啊，你这个还有哪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工，又去做一个好高的公司呢？你怎么个会想到，应该可以去做一个事情，去公司啦，也係講參加一個自工嘅法團？哦，也講到一個睇介紹嚟做公司，也都係我哋客家嘅傳承啦。啊，都有啲客家嘅課程啊，都有想講炒麵包班啦，糯鹽班嘅啦，啊個肉鹽啦。哦，你去學校教人哋小朋友去做人哋客家嘅美食，美食。喺學校嘅線上去請嘅嘛？有一個機緣啊，都係一個丁老師啊，同埋賣東西嘅時節，我去學校行啦，啊，伊也係我買嘅陶瓷啦。他個攏貴宿師啊，啊都同主任講，因為研欠客家嘅公司咩，啊都推薦我啦。啊我講，我要快些啦，啊講咁好啊嘅丁老師都講，好，也都係唔最適合嘅，都係我人選啦，啊都想講，啊既然人有請嘅啊。都答應人，都去從農結社啊，做公司啊。哦，去到嗰時候做一個公司一久嘅啊？哦，幾多年嘅哦？幾多年咧？應該帶過幾多嘅小朋友嘅嘛？看到冇看過當幾多嘅小朋友？我第一講，記得啊，有可能聽到卡講到小朋友嘛，當喺媽媽喺做個檔，怎麼？啊，今日禮拜嚟上課嘅時間，還記得講，今日我講用嘅木炭啊，講講朋友談到啦，又講拿個刀嘅技能，佢講講切東西切到數，我有按呢情形冇？我有，冇乜咁難哦。係講唔好驚，我哋啦見別人慢慢嚟做，嚟學習，老師會教我按樣切，切菜啊到嘅樹啊，按你哦，冇按你哦，按你會切到樹枝哦，小朋友都個認真聽。我教佢哋料理嘅方式。料理嘅之前啊，我哋要先洗菜啊、切菜啊，個炒菜啊，一步一步教人，讓別人嚟親自體驗，有冇感覺講，今邊學習真快樂個，一個阿美老師，我也要煮安尼哦，中學啊，那個阿美老師我也要煮安尼啦，講好，慢慢來，一個一個來，都本人一個大家切啦、煮啦，中學學生嘅攏有親身體驗，本人去拉木頭，拉一個感覺，講原來炒麵包班啊，都愛先用從頭也到到偏向哦，人都會睇別從頭。春天就生意嚟哦。你使唔使啫？今日小朋友上過課之後啊，今日會唔會攰起嘅時間用教佢嘅方式同媽媽去聽書，又係講今日去聽書之後，家長會同講多謝我，今日小朋友更加鬼厲害哦，會煮菜，我有按呢嘅經驗回饋俾我。有哦，有一啲小朋友啊，都同我講，阿美老師。我學過去我因為同阿婆喺啲關係啊，我一過去同我阿婆講，我睇學講要學炒麵包班，我鼓勵我喺度學炒安尼啦，講安妹咯，今日學過去要做本嚟阿婆食嚟咯，講幾好喎，我都會計學咯啊。安尼幾好啊！其實你看小朋友本身都可以學到我哋客家文化之一，又可以學到用辦去安全做出好食的料理，真是幾好啊！本見你以後有一個成長的經驗嘛。係啊，錯啊。安尼頭到除了炒麵包班，還有講到嘅肉圓嘛？嘅肉圓係咩人啊？客家傳統料理嘅夾肉圓啊？也都係我哋家東鄉嘅一個美式的料理啦。都幾傳統嘅啦。一個肉圓啊，買夾心肉，高邊麵，最麵咧，高古來啊，我哋愛落鹽，嗰個一些水，嗰個胡椒，一些嘅酒，落去炒啊，炒好嘅時節，我哋啦愛提碟啊，按太快，
甩肉啊。哦，你拿个风来安尼手碟的安尼。嘿，你安尼紧甩肉啊。哦，碟比有安尼 Q 性的时节啦。哦，安尼样落一些的番薯粉。嘿，炒啊，因为个要用整的咩，要比熟成要用整的呀，样唔会肉样唔会散嘿。嘿，所以都要落一些番薯粉。嘿，啊个位红葱头。哦，红葱头。有美食嘅。嘿，个位油葱酥。嘿，哇，我标啊去吼，跟肉圆吼。才有等真咯，真是，当安尼分享吼，个米头就出来，后来时都准备掉下来。啊，小朋友今日咧做一个用盐的歌唱，今日最强的应该参加个碟个歌唱吧，金碟。金碟好吧咩？碟要跪天来咯嘿。安尼弄起咧。跪弄起，啊讲小朋友，我碟要天来下哟，佢行啲煮肉哦，你喺炖到呀，腳位炖咩黏夾哦，要注意啊嚇，唔好跌出嚟嘅，你都學跌喺起啊，樹啲洞啊，安尼肉人啊都跌啊去安尼吼，都該有彈性嘅，都擺喺盤嘅吼，第一天都添薄嘅整啊。真好都嚟做木米哦，肉炒木米啦，也就好羅頓嘅。什麼即睇唔安尼分享啊？除了喺學校之外，你按會做事咧，你自己還有去參加一個家政班，錯冇？係啥期嘅嘛？家政班唔係，沒有。係農會嘅，我哋家東農會。我睇做家政班嘅班長啊，做咗10年啦。下擺指頭園啦，總幹事也到啦，兩位兩堂我哋去諾貝啊，國演師啊，去比賽，尤其我哋去到歌書鄉嘅時節比賽，嘅名啊喊到食飯，都食飯啦，我哋做嘅我哋嘅壽司啊。做得名呢？係哦，人家用壽司做乜嘅會得名？能用乜嘅貼嘅面啊，又係講料嘅去做嘛？錯，我哋咧，我哋嘅顏色啊，清得人食，乜嘅色神都有，五彩繽紛。做嘅要講要上顏色咯。最有印象最深嘅係歌書幾擺有比賽得名嘅嘛？係啊。冠軍咯。哇！唔看唔去學校嘅啦，又去嘅農會嘅，唔看一兩個有時間要多嘅。唐講係去沙期嘅志工，做冇？做沙期嘅志工。係喲。我每禮拜嘅拜四啊，唐講要去拜四嘅哦，我要嚟做志工嘅哦。都睇長隆嘅社區關懷據點啊。什麼即係？按你講講來啊，唔看唔去學校誒，個做公司係小朋友嘛吼，去到沙期做關懷據點嘅時間，係做老人家嘅，同老人家互動。嗰時不管老嫩大細，唔接觸到，一段時間吼參加一個公眾事務嘅時間，自己有乜嘅感想？按多年來，看到沙期有乜嘅變化冇？沙期嘅變化幾大呢？尤其一到老人家啊，未擺吼。攏無奈去啊！攏我頭殼篤骨咩吼？一下老人家吼，幾活躍呢？攏我刺通出嚟關懷據點啊，來囤讀啊，鄉下嘅材料，又好講油嘅毛嘅，讀啊吼，幾歡喜，感覺人生啊吼，都愛快快樂樂啦。嗰時還唔前參加一個沙期關懷據點之前嘅老人家，有可能佢無奈去，都搶睇碌卡，安尼坐喺度看電視，無路讀過啊，對身體也冇嘛好嘅吼。安尼，所以即係人有想過冇？即係本身有帶過小朋友嘛，可以同小朋友帶出來，同人哋老人家見人搞，有學到佢佢哋有學到學自己嘅料理嘅方式，老人家同小朋友共下來合作做一個料理嘅課程。沒有可能，也都愛學講嘅主意嘛，人來安排啦。但是一下擺啊，有乜嘅年節啊，我哋傳統接受嘅小朋友啊，要我哋機械嘅幫我哋談，
啊，有嗰啲表演俾人看，跳舞啊，跳客家啊，嘿，像過年前啊，聖誕節哈，咱們鬧熱呢，安尼規全校嘅學生嘅同老師也都來啊，嗰種安尼關懷據點2、30個，規間嘅人大家咱們鬧熱啊，感覺一個氣氛啊，真好哦。嗰時候前面從頭下時節有講到嘛，什麼即係本身啊，個性上都係一個真好學習嘅人，有真熱心。嗰時候唔爭我有自家去研究一條加工嘅片啊，同大家來分享，甚至於講研究啲好些米來做公司，去教大家去做客家嘅美食啦，來做客家嘅職工。不過，你這個除了安尼之外，未來還有乜嘅其他目標嘅想法？繼續研究人哋嘅客家美食嘛，也係講有其他新嘅方向啊？我嘅人生啊，我有感覺啦，慢慢嚟進步啦，係做唔得退休喎。嗰時我一下我睇一個歌場啊，我未曾嘅啦，我會去來到一個高雄啊，來學一啲很多理論咧，下到阿姨嘅，嗰種嘅柯老師講下呢，讀書講下呢。有心理嘅一種嘅轉念啦，係，我哋人啊，都老嘅下巴避免得啦，有乜嘅偏痛，有乜嘅嗰麼如意嘅蔬菜啊，我哋會做安尼啦，但是我哋透過一個課程啊，我感覺我人生啊，佢達咯，係，我要學一個終身學習一個課程啊，我感覺我幾幸福。真是，就唔可以講我唔知要做乜嘅，其實從安尼規劃，幫自家嘅生活覺得一定嘅充實。哇，觀眾朋友，今日什麼仔帶來嘅故事啊，真是本來印證了一句話，如果發到咯，學到咯，你唱什麼仔，這個真熱心，有真好好習，本自家退休生活啊，覺得一定嘅精彩，也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作為參考哦，本自家退休生活覺得一定嘅精彩又豐富哦。今日再一次感謝人哋什麼仔，帶來按精彩嘅故事同按到好食嘅農產品嘅加工品，感謝我。感謝主持人阿本感謝觀眾朋友大家嘅收看。有觀眾朋友坐到更加會有個上音樂呢，夾聽人嘅欣賞來認同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